岁末年终，学期就要结束。台南社区大学台港分校的师生组织伫海尾调风宫，为因的学习成果发表来暖身。舞蹈班发表以中心城天为主题的新作品，并结合戏剧肚皮舞来呈现，同时感谢大德公的守护。劫后重生，感谢天地。那过去的先民啊，他们来这里开垦的时候，然后后来就遇到了那个海盗，然后之后就会有一些人祸跟瘟疫。乌面腊杯、走草鞋，桌顶呈现的拢是台港的特色。版画班甲陶家班的校员，将台港的生态融入伫作品当中，展现台港的美丽。在课程中也会引导各位学员就是说我们台江的一些地景的一些人文啊，或者是环境风景的一些艺术，作为他们一个创作主要的一个美彩。台南社区大学台港分校、海尾调风宫甲台港流行学校，将伫1月15号举办大庙兴学学习博览会。除了展现百位师生的创作，同时以公民学习的力量，呼吁各界共同来参与台港见证200冬。咱学习会当改变咱的生活，学习会当创造咱的未来。以公民学习学以致用，用咱的学习的力量来关心咱公共事务。创造一个更好、美好的未来，这就是咱大庙兴国保护环境、保护生命、弘扬大家讲的精神。博览会当天，校园艺艺艺术创作、舞蹈表演、音乐演奏等动态、静态的课程来发表成果，同时表达师生迎接台港见证200冬、谢天谢地的祈愿精神。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